招商全球，相聚澳門。第二屆 CPELPUS 第30屆 MIF 2025 MFE 3展聯動，連結全球商機，推動中葡合作嘅經貿盛事 CPELPUS 匯聚中國與9個葡語國家嘅優勢產業、產品及服務，今屆涵蓋農業產業、新能源、藍色經濟、跨境電商、食品飲料及專業服務等多元主題，以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企業多方面及跨界別合作，共拓商機。今年邁入30週年嘅 MIF， 邀請廣州市為夥伴市，把握澳門加橫琴定位，進一步深化大灣區合作。展覽聚焦智能科技、首發經濟等元素，發揮以展招商實效，助力多元產業發展。同期舉辦多場經貿交流活動，引領澳門年度商貿盛事，共享會展平台優勢。MFE 為海內外品牌搭建合作交流平台。今年聯動國際咖啡節、跨界麵包節、體育賽事 IP 等多元主題，激發品牌無限可能。配合首店經濟政策，展會期間安排客商考察澳門社區商圈，延伸展會效益。10月22至25日，3展邀你相聚澳門，共拓商機。